是泰国瑶族，他是最会用中文。这位是我们的老师全部我们是会说面华，我们的面华跟你们说近。你不说就我的话。现在给你介绍你自己一下，说你是哪一个地方的人，哪一种名字、年龄，还是年龄，星座、生日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我介绍一下钟泽龙，一命不求救，洪灾。你结红娘，意思中国永州江云业玉面，鱼等玉，过山窑，卖空玩黑工作还没有了早。然后欢迎大家去我们那里玩。然后我可以给你们唱一个歌。bảo chúng lồng nó tung bài bùa ồ tung lồng khoang bài bùa bìa bài khoang tua 在天带头有面人，有面就能拜到底，有中秋节丢咱有。呀，唔同嘅條呢，冇得條呢，面條。也吹火。在天带头有面人，有面就能拜到底嘞。有中秋节丢咱牛，有中龙丢也吹火。我可以摸带头一个中国。龙猫。ท่านไหนนะบัวใหม่ติ้วอย่าโอ่งซะบัวปุ่นนี่ฮบด่างปุ่น